一句話帶你了解唔同嘅家電品牌。容聲嘅冰箱專門一個做冰箱嘅品牌，咁樣就容聲嘅其他嘢就唔好買啦。冰箱可以眯埋眼去入，性價比相對嚟講比較高，就適合於平民。格力嘅空調製冷夠快，價錢唔算特別平，亦都唔算特別貴，算係唔係直頭就係中國製造空調界嘅一哥啊！做工同埋質量方面啫喎。咁樣就美的空調就近2年嘅空調一哥，就銷量已經超越咗格力，因為我覺得始終係價錢問題。就美的嘅價錢相對嚟講平啲，冇咩特別嘅短板，亦都冇咩特別嘅長板，性價比相對嚟講係好高嘅，就售後服務超級好。萬和電熱水器，7租屋嘅神器為主啊，普遍嚟講都係300-400蚊一隻，咁樣就家用就佢有個短板就唔係特別慳電，相對嚟講比較費電。康寶嘅抽油煙機就唔係好推薦，除非佢性價比好高嗰種啊，同埋你好中意嗰隻款嗰種好平嗰種就可以買啦。華帝嘅抽油煙機就性價比比較高，冇咩短板，冇咩長板啊，質量相對嚟講都比較穩定嘅。萬家樂抽油煙機可以入啊，老闆嘅抽油煙機呢就，我覺得抽油煙機當中佢嘅價錢同埋佢嘅做工相對嚟講係比較唔錯嘅。就依家佢嘅價錢降咗落嚟之後呢，老闆嘅抽油煙機啲做工係相對嚟講比較好嘅，亦都價錢都唔係好貴。首選啊，首選。海信嘅洗衣機啊，4個字亂屌河馬。松下嘅洗衣機，如果波輪嘅話，你咪慢慢去入，只要你預算夠多幾百蚊嘅啫。如果比其他國產品牌嚟講，松下嘅波輪洗衣機係我覺得最襟用嘅波輪洗衣機啊。松下嘅滾筒洗衣機都可以入，不過盡量去線下揀啲比較好少少嘅。松下嘅線上機嘅滾筒洗衣機相對嚟講就做工睇起身冇咁精神啊。美的嘅冰箱可以入，售後服務好，冇咩特別嘅長板，冇咩特別嘅短板，但係呢就唔係最推薦係佢，除非你中意嗰隻款嘅啫，就價錢比較合理。